这段时间，只要是为中国香港到澳门回到台湾的民众，拢爱居家隔离14天。为了要解决这个民众伫隔离期间就医的问题，台大病院分林分医首创视讯医疗。这个医师透过视讯帮病患看病开药啊，病患则拜托人到病院去摕药啊，等到隔离结束，才去病院补挂号加纳钱。 拿药，然后就是吃完药该休息2天就会比较好。透过视讯医师帮病患看诊，患者免亲自来病院，就当了解病情。这是台大病院分林分医首创的通讯诊疗就医模式，锁定对象是对中港澳回国需要居家隔离14天的民众。就是这些居家隔离跟检疫的病人呢，他其实可以适用医疗法里面一个急迫的情况，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方法，帮这些在家里面的病人做询问病情、诊查跟开方的动作。 看诊了后要安怎领药啊？医师讲会使拜托村里长到病院摕药啊，等到居家隔离结束后7天内，才去倒来病院补挂号甲缴费。甚至若是病情有需要几啊名医师会诊，嘛无问题。 其实是可以连结不同的医生是电话会议哈，其实是这个东西是蛮适合，同时有2个医生同时在线上一起讨论的。 为少慢性病患者拢受年岁老大人对通讯软体无熟，官府嘛安排村里长透过电话协助，教导被隔离的长辈安怎使用手机啊，视讯就医。